屬猴嘅朋友啦，嚟到2026年丙午馬年啦，咁你今年咧終於咧都唔係犯太歲嘅生肖嚟嘅，而你今年咧更加同太歲無衝無合啊，咁所以整體嘅運程嚟講咧，亦都相當地唔錯啊。同時今年咧亦都係個貴人高照嘅年份嚟㗎，咁所以工作方面咧亦都好容易啦得到一啲嘅貴人嘅提攜啊。建議你哋啦，機會唔常有啊，記住好地把握呢個時機啊。與此同時啦，吉星方面，咁今年咧就見到有一個驛馬吉星，驛馬吉星最重要啦，咁就4隻字共中生財啊。咁所以屬猴嘅朋友咧，今年咧就建議你哋多啲咧，咁就係主動製造一啲出門嘅機會啊。例如可能就係申請一啲出差嘅機會啦，或者去下旅行啦。咁對於你嘅運勢嚟講咧，都係會有所提升嘅。咁單身嘅猴仔猴女咧，亦都可以啦，多啲去旅行啊，睇下有冇機會咧可以發展一啲嘅異地情緣啊。咁至於工作方面啊，咁今年咧就見到個文昌吉星高照啊。文昌吉星就係一粒咧特別有利啦、讀書啦、考試啦同埋工作嘅星嚟嘅。假設你係從事文職工作嘅朋友咧，咁新一年啦，你哋嘅工作運咧，亦都係有機會咧步步高升、蒸蒸日上噶。咁喺度咧，亦都提前恭喜你啦。又或者如果你係專業人士，而今年咧需要考一啲專業嘅試嘅話咧，咁相信新一年嚟講咧，亦都好容易旗開得勝啊。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咁亦都可以喺今年嘅文昌位啦，咁就係東北嘅位置啦，可以擺放文殊菩薩星輝塔啊，咁啊自然咧令到你嘅工作運咧有所提升啊。擺放完我哋嘅文殊菩薩星輝塔之外咧，亦都可以加多4支水種嘅富貴竹啊，咁就自然可以步步高升噶啦。咁至於空星方面啊，咁就見到有喪門空星啊，咁喪門空星咧就係一粒啦，對於家宅運特別不利嘅星嚟嘅。咁所以咧喺度建議啦，屬猴嘅朋友啦，今年咧亦都可以為你嘅家居啦進行一啲嘅小型裝修啦，或者多啲更換一啲嘅家具啦，從而提升到你整體嘅家宅運啊。另外啦，屬猴嘅朋友咧，假設你屋企咧有啲長輩佢係一啲叫做長期病患者嘅話咧，咁就需要格外小心啊。如果佢哋咧一旦不適咧，咁就馬上求醫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會對個健康方面啦，或者個病情方面咧，咁就反反复复咧，咁就唔係咁好啊。除此以外啦，感情方面啊，咁就見到有孤神星啊。正所謂男忌孤神，女忌寡宿啊。見到孤神星咧，咁就代表住啦，屬猴嘅朋友特別係猴仔啊，咁就好容易咧，對於伴侶咧產生一啲咧就係一啲嘅不理想嘅感覺啊。咁就代表住啦，成日都覺得伴侶咧唔夠關心啦，唔夠關懷自己啊。咁從而咧兩個人嘅隔膜咧個隔閡咧就會越嚟越多啊。咁喺度咧亦都建議啦，屬猴嘅朋友有啲乜嘢咧，不妨咧主動同你嘅伴侶講清講楚啊，就從而就希望令到你嘅關係咧就越嚟越好啊。如果唔係咧，好多時候啦就會覺得同伴侶溝通不足，伴侶對你嘅關心又不足咧，就好容易中意咗第二個噶啦。屬雞嘅朋友啦，嚟到馬年啦，咁你今年啦同太歲就無合無衝啦，咁整體嘅運程嚟講咧，亦都相當地穩定嘅。再加埋啦，今年咧亦都係貴人旺盛嘅一年嚟嘅，咁所以屬雞嘅朋友啦，記得要好好地把握啊，因為今年嘅運勢嚟講咧，亦都相當地唔錯啊。再加埋啦，今年亦都係正桃花嘅年份嚟噶，因為今年咧就係個紅鸞桃花星之年啊，咁所以咧，假設你話我單身嘅，咁就恭喜你啦，因為今年咧就好容易遇到你嘅正姻緣啊，咁所以單身嘅朋友啦，記得啦喺新一年，特別係馬年咧，就要多啲出席一啲叫做社交聚會啊，睇下有冇機會咧可以結識一啲條件唔錯嘅異性啦。咁至於啦，你本身我有一個拍咗拖好耐嘅對象嘅，咁今年咧亦都係你哋合適結婚嘅年份嚟嘅。至於想要小朋友嘅朋友啦，咁今年咧亦都係一個唔錯嘅年份嚟嘅。咁同時之間啦，因為紅鸞桃花星高照底下咧，亦都會令到你整體嘅人際關係啦有所提升啊。咁所以今年咧亦都要好地把握呢個機會啊。除此以外啦，吉星方面咧，亦都見到有玉堂吉星啊。玉堂吉星顧名思義啦，咁就代表住金玉滿堂嘅意思啊。咁所以新一年咧，屬雞嘅朋友咧，你無論係正財運或者係偏財運咧，亦都係非常地理想噶。當中特別有嚟自僱同埋從商嘅朋友啊，記住啊，今年機會處處有，咁就一定要努力，一定要俾啲心機把握一下啦。再加上啦，吉星方面咧，亦都見到有太陰吉星啊。太陰吉星咧就係一粒女性嘅貴人星嚟嘅。咁所以假設啦，屬雞嘅朋友，你從事嘅工作咧同女性特別有關嘅行業啦，例如係美容啊、化妝啊、珠寶啊，或者女士服飾等等嘅話啦，咁新一年咧有機會個營業額咧更加咧就更上一層樓嘅。又或者我身邊咧係有啲女性嘅上司啊、女性嘅客戶啊，甚至乎女性老闆嘅話咧，咁今年咧亦都係有機會咧得到佢哋嘅賞識，從而得到一個升職加人工嘅機會啊。不過空星方面啊，就見到官索同埋幽神空星啊，咁呢兩粒空星咧，亦都係代表住啦一啲金錢方面嘅苛索啦，或者一啲關係嘅拉拉扯扯啊。咁所以啦，今年財運同埋事業運都相當地理想嘅情況底下咧，當你同人哋合作啊、理財、投資、做生意，就真係要睇清睇楚啊，就千祈唔好隨隨便便答應人哋嘅合作啊。咁如果真係想開始嘅話咧，咁就要睇清楚一啲嘅合約啦、文件啦。如果有需要嘅話咧，亦都建議你哋啦，可以向一啲專業人士求助啦，例如可能揾律師啊，睇清楚嗰個合約文件啊。千祈唔好咧太過大意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就會好麻煩噶啦。
屬狗嘅朋友啦，嚟到新一年啦，咁你今年咧就係一個合太歲嘅生肖嚟嘅，因為地支啦就見到壬午戌啊三合嘅關係啊，咁所以整體嘅運程嚟講咧，亦都相當地唔錯啊，人際關係咧亦都係會有所退步啊，之前一路咧困擾咗你好耐嘅人際關係啊或者健康方面嘅問題咧，嚟到新一年都係可以迎刃而解啊，咁所以今年嚟講咧，亦都係一個非常唔錯嘅年份嚟嘅，再加埋啦，今年咧亦都係個多勞多得嘅年份，咁所以只要有付出咧，咁就有所收穫啊，咁所以咧特別係自僱或者從商嘅朋友咧，就一定要好好地把握呢個得來不易嘅機會啊！睇下有冇機會咧，將自己嘅業務發展得更大啦，或者變得更加好啊！吉星方面啦，咁就見到有三台嘅星啊，三台嘅星，顧名思義啦，咁就代表住一級一級梯級進步嘅意思啊！咁所以咧，今年咧亦都好容易有一個叫做地位提升啦，或者階級提升嘅機會嘅。咁所以啦，打工一族今年咧就好容易有一個升職加薪嘅時機啊！咁記住啦，可以多啲喺你上司啦或者老闆面前咧展現自我，睇下有冇機會咧可以獲得呢個咧升職加薪嘅機會啊！當中自僱同埋從商嘅朋友啦，咁今年咧亦都係有機會咧進行啲業務擴張嘅。咁只要咧睇清楚前面條路冇問題咧，咁就放心啦，咁就不妨一試嘅。與此同時啦，亦都見到有華蓋吉星高照啊，華蓋吉星咧咁就代表住啦皇帝出巡嗰把遮啊，咁所以咧亦都係個步步高升之意嚟嘅。不過華蓋吉星咧都有個少少問題嘅，因為華蓋吉星咧就好多時候咧都覺得別人唔係太過明白自己啊，咁所以同人相處方面咧，咁亦都建議你啦，開心見誠，多啲同大家分享你嘅諗法啦，咁就自然越嚟越好噶啦。另外亦都見到有地解吉星高照啊，地解吉星咧就係一粒粒冤難情長逢凶化解嘅星嚟嘅，咁所以屬狗嘅朋友啦，新一年啦，亦都可以得到一個地位嘅提升啦，同時咧亦都係咧有一個冤難情長嘅意思啊，咁所以整體嘅運勢嚟講咧，亦都相當唔錯啊。雖然吉星眾多啦，不過咧亦都唔可以忽視凶星嘅力量嘅，因為凶星方面啊，咁就見到一個五鬼凶星啦，五鬼凶星啦，亦都係一粒粒容易疑神疑鬼嘅星嚟嘅，咁可能啊狗仔狗女啦，成日都懷疑伴侶咧出面係咪有第二個啊？你半夜係咪成日同人偷偷地傾偈啊？建議你哋啦，唔需要有太多嘅疑問嘅，有啲乜嘢不如咧就開心見誠，同你嘅伴侶講清講楚啊！除此以外，亦都見到有官符凶星啊，官符凶星咁就係一粒粒是非小人或者係一啲官非方面嘅問題嘅星嚟嘅，咁所以咧有呢粒星咧就建議啦，屬狗嘅朋友雖然今年咧會多咗人邀請你一齊合作投資理財啦，但係一啲嘅細節位咧就真係要捉得比較緊啲啊！當你簽署任何嘅合約文件之前，就真係要睇清睇楚啊，就千祈唔好太過大意啊！與此同時，亦都見到一個披頭凶星啦，咁呢粒星咧對於家宅運嚟講咧，亦都認真麻麻地啊！建議屬狗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啦喺成年嘅年尾去醫院做一個詳細嘅身體檢查。如果身體真係唔舒服嘅話咧，就千祈唔好諱疾忌醫啊！第一時間咧咁就真係要去睇醫生啊，睇清楚自己到底有啲乜嘢問題啊！